休息一会儿啊，休息一会儿吧，好吧？喝不喝口水啊？给他端瓶水吧。不喝了，谢谢。我有水啊，我有水。喝口水。有水啊，这个额头都是渴的。对，你今年多大呀？我今年啊，今年30岁。30岁。啊，是个女生是吧？磕到哪里呀？拉萨。拉萨。现在已经多长时间了？出来多久了？出来3个多月了。出来3个多月啊？喝了2个多月了。啊，喝一口这水。啊，休息一会儿。啊。从哪里出发的呀？阿坝宏源。阿坝宏源县。宏源县，四川。啊，可以的。仙境天地。大约什么时候能到拉萨呢？预计？不知道，在3、4个月到不到？不知道还。3、4个月到不了。天气不好的时候，下雨的时候就我不去嘛。下雨的时候不休息。刚才那阵大雨，冰雹。我已经淋了。淋到了。然后就有个人家，就跟他们说可不可以淋个1周，然后就在他们家里。就在他们家寄宿一下。你们也是西藏去吗？对，我们去拉萨。哦。我们去拉萨。卡住。好。祝你平安，早日到达，好吧？谢谢。好。我们是东北的。哦。有机会去东北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很高兴认识你们啊。好。谢谢。好的，注意安全。好。谢谢，扎西德勒。扎西德勒。